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3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立法院这会期落尾一届议会，若被各以人数优势封杀总预算案副委审查，若被提出新型计划预算，要等党团协商才去处理。台中丰原丰康两家场涉暗砍禽流感的疫情，市政府罚115万，问题可能未到台北市、苗栗县甲台中市上济。有风声讲，飞弹想要伫台湾建设第2总部，黄立芬今仔日表示讲，确实有一寡地点在讨论，佮讲设愈济愈好。来看115年度的总预算案已经拖5个月，佮无法度复委审查。立法院第11届第4会期今仔落尾一届议会，若要同款是以人数优势赞成49个人，反对60个人，佮再封杀总预算案复委审查。外界嘛预期讲，若要按算会甲包括动产条例、佮卫生公报法甲主体法等修正案三读通过。另外，若要提出115年总预算案施行计划动议案来处理 T-PASS 等38项施行计划预算，议会是决定讲按照党团的共识协商了后，才过来处理。立法院这个会期延会到30日期满，拜五上尾一届议会按算进行法案大清仓，包括动产条例、卫生公报电视法、主体法等等的修正案，拿着唔难出动甲激动员，甚至已经有表决到半暝的心理准备。包括卫星广播电视法，也包括这个党产条例的修法，也包括这个立法院组织法关于助理费的修法。那今天也都会一并提出。那协商没有结果，那么就是讨论后付诸表决。我想这点大家都概无悬念。至于说有些未经协商的也想要闯关，我们是坚决反对。民进党甲在野党话讲，卖伫预算的会期唔是预算，煞处理争议的法案，而且批评民众党提出的各项特别条例。不过，民众党团强调讲，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行政院应该先甲已经三读通过的军人加薪水等等的项目预算甲保护到业。国民党团嘛发声，讲希望总预算案内底38项新型预算提呈动议案会当顺利通过，叫执政党莫甲百姓作对。希望呢，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能够尽快的苦民所苦、急民所急，能够在冷冻期尚未到的时候，我们尽快的给它三读通过。1.25兆的军购，事实上全国的国人呐，不是1.25兆啊，连后续延寿跟维修，总共是将近4.5兆台币。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必须跟全国国人讲清楚。我们相信黄国昌今天还是会硬要把他自己的国防军购条例送进来，然后继续阻挡行政院的国防军购条例。所以，如果今天把这么多恶心的法案一起计算的话，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委员，还有民众党的委员，我们真的要一一点名，告诉台湾人。条约协商了后，确定再起处理总预算施行动议案，下晡是主体法、卫公法、甲动产条例修正案，也若登记了受到讨论的有关助理费的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将基本是无列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这会期的最后一届的议会，中央政府总预算嘛是阁还未审查哦，也毋过针对一寡争议的法案来进行表决。有公民团体早起就去立法院抗议，伊是呼吁讲，立法院应该赶紧来审总预算案，帮忙讲社会会当做伙来关心这争议法案的修法。速审总预算。30是立法院这会期最后一届议会，中央总预算也未开始审查，却临时变经议庭拍算三读通过3个争议法案，包括维持公报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甲动产条例，引起公民团体的不满，来到立法院外口抗议。因认为这个修法上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导致特定组织和个人的特权，甚至乎违法变做合法。谁可以像中天一样？明明换照申请已经被 NCC 驳回，却可以大大方方的拜托立委修法，让中天重新上架回频道。如果不是海线严家，谁有能耐来为他的贪污罪除罪化、修法提案联署解套？
民团认为，包括替特定媒体开后门的维持广播电视法，甲可能牵涉贪污、工会助理费都罪化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也佮有党产条例修法缩减政党赋税组织的定义，可能地属已经和法院裁定的赋税组织不同党产免刑罚国家。毛民团批评立法院立委唔赶紧审查中央总预算，会地属国家治理受到影响。因认为这寡修法嘛涉嫌干涉行政甲司法，威胁民主制度。原本认为犯罪的，他们可以把它修成是合法，他们现在放入红色的病毒在法条，他们现在把特权黑金这些病毒全部放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如果大家现在对这部分还无感的话，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宪政上的最大的挑战。公民团体拜五在立法院外口要联办5场演说，希望社会大众同齐来关注监督这寡政治法案的修法，也呼吁立法院赶紧办审中央政府总预算，和国家治理赶紧恢复正常。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立法院新会期2月7日就开始，民进党团3场的改选，立委蔡其昌是宣布要参选总调，要来对决万年总调郭建民。有风声讲是总统赖清德鼓励伊出来参选，蔡其昌是表示讲总统希望讲伊会当伫立法院加斗3天，郭建民表示讲会来协调。立委王世坚是认为蔡其昌若选调，对调野和谐应该会有帮助。两人小谈交换意见，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宣布要选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调，正面对决现任的总调郭建民。总调竞争不上台面，两人三早出席党团会议，外界关注双方的互动。有万年总调封号的郭建民坐镇民进党团，担任总调有25年之久，连任之路拄着挑战。对手蔡其昌过去做8年的立法院副院长，资历是真丰富。两人交手，方看作是热黑甲非热黑的对决，也传出蔡其昌是受到总统赖清德的考验，才决定参选。蔡其昌是出面来背会。党内的同志也希望我能够多一点承担。那总统也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也跟我表示说，希望我在立法院要多多帮忙。赖系跟非赖系的对决嘛，有这样的事情吗？谢谢。我相信，选也一定选得上，因为他会赢过柯建铭，党团应该与时俱进。蔡其昌发声讲，选完又是党内同志，郭建民表示先协调，在也认为绿营的总调纷争，源头就是大罢免的失败。讲的一副好像蔡其昌一定会当选一样，这个毕竟这个我们柯总召这个老谋深算，国会的尊严应该要高过这个朝野的意识形态。蔡其昌即使不当选总召，也可以希望发挥他的影响力啊，劝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的干部啊，不要再出现这种不理性，甚至人身攻击。针对蔡其昌参选诉求，毋望朝野转来到理性的沟通。王世坚认为讲，蔡其昌的态度较春秋，若接郭建铭的位，是对朝野的和睦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咯，总统赖清德今仔去花莲鼓励空军的天弓3型防空飞弹部队，嘛建议战术中心者来实际了解防空的效能。因为这几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甲参谋长刘正立落台，外界嘛拢正关心台海局势的变化。要过年啊，总统赖清德去花莲勉励空军79二旅第613营，试到部署的天弓3型防空飞弹。老总统也特别建立控制中心、战术中心车，了解防空的效能。因为中国一直咧武力侵扰咱，29搁再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派出26架厝的中国军机，6架厝的中国舰，甲1架公务船。美国的准官员也警示，美国当咧面对来自中国全方位的威胁，已经甲日本、菲律宾、台湾等印太伙伴合作来做伙对抗网络攻击。We're doing it on a daily basis. Certainly, there's opportunity to do more, but there's a very deliberate approach and campaign plan to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副司令罗德得到川普提名，特别掌控美国国安局甲网络司令部。罗德表示，家己伫印太战区的经验丰富，对中国挑战有深刻理解。另外，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参谋长刘正立正是昨晚落台，互国际媒体真关注。至于中国国防部定期举办的记者会，直直追问。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正立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2个极端，一派
是说这提高了这个中共攻台的可能性。一派来说，这反而让中共这个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攻台。政府的立场就是料敌从宽。The situation of Taiwan is a G legacy project that he's made very clear that that's what he intends to do, and that's going to be irrespective of an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是指出，外界推测美国突袭未来时代了后，会影响中国对台湾的行动。这个讲法无啥正确。分析习近平把台湾看作是历史使命，要因为其他事件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的国造畅水南海鲲号将平安完成头一届的畅水测试，接落来按照计划来进行海上测试。也毋过，进前讲海鲲号若浮会起来，就有钱的国民党立委齐卡心，伊是佮讲哦，就爱畅落去200公尺深，完成海上的测试，才有准算。而且伊嘛认为海鲲号无在调伫6月底进前交准。国造畅水南关型海鲲号1月29头一届渐航测试，中昼11点对高雄港出海，经过8点钟，伫下暗7点平安回港，完成50米的渐航任务。海鲲舰，军事部救报条大声甲国造畅水南海鲲号画加油，还有人是专工对台南走来见证。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想要见识一下，对我们国造的前舰到底长怎么样。军事专家指出，若是这届潜水测试顺利，后一阶段就要做愈挑战的深水测试。今天的测试，假如顺利完成的话，就要进行深海测试。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头一届渐航成功，台船发新闻稿表示，这是咱国台湾海军国造舰艇史上公营的成就，所以按照计划进行海上测试，完成整体的性能验证，还有交准目标。因为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是刊文讲，肯定海鲲号完成测试，不过上重要是200米的畅水舰道测试，拢爱全部完成才算有成功。免讲要6月交准，若是年底进前下当交准，安尼就算是真好啊。若是佫需要动到其中的相关预算，这当然袂使。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进入咱台湾市场轿车平台报车的司机，伫第64线快速道路赶乘客落车，造成乘客逢肇事的意外。报车是新闻会时代，嘛已经甲这个司机停权，嘛强调讲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台北市的公共运输处调查嘛指出讲，这个司机的执业登记证无过期，也毋过会来针对伊伫快速道路临时停车拒载乘客来处罚。这个登记证敢未取消，就要等法院的判决才来决定。伫第64线乘客红等落车肇事的现场，详细看事故的现场有2线道，乘客红等落车的时阵应该是伫路径，毋过毋知啥物原因煞出现伫内底时的车道。路尾手不幸互后壁经过的车肇事。台北市公运处进一步厘清这个司机执业的登记，虽然是无过期，毋过已经违反真侪项规定。汽车在高快速道路上面，然后有一些临停或者是停车的状况，这部分是可以处新台币3000到6000的罚款。派车的平台波特表示，对这个严重的事故表达悲痛甲毋甘，毋过因为案件进入刑事调查的庭事，会全力配合调查。波特讲，第一时间知影这个事件了后，已经甲这个司机停权。这架车有投保乘客第3责任险，因为还阁甲后壁甲伊交过4架车有牵连，所以爱等警方甲刑事调查的结果出来。台北市客运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呼吁，目前的法规，肇事的驾驶甲车队拢有责任，毋过无法度约束派车的平台，应该修法来监督，互平台管理更加周至。交通部应该要跳出来，几年前有开过这样子的会议，要把系统业者纳管进来，在计程车的管理里面，车队还是要负相关的一个管理责任。违反公路法的情形，最重的罚款可以到9万，那并可以视情节，最终还可以废止他的营业执照。这个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后，警方第一时间调画面，刚刚听到司机讲：“先生，请你莫踢我的椅仔甲车。”全程并无这个乘客姓温的查甫人的回应。这个姓温的查甫人，伊的家属透过正面台表示，有一寡报道讲，这个乘客食烧酒醉，甲司机起冲突，这拢是不实的指控甲伤害。因若这个姓温的查甫人，伊的母校政治大学学务长蔡炎良嘛发文道歉，讲伊是真优秀的学生，是学校想要培养出来的人才。发生这个意外，伊是感觉真悲痛，嘛对司机甲伊等落车的这个行为感觉真生气。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丰原丰康牧场的两家为着禽流感早嘛公布问题，鸡卵收卖到台北市、苗栗县甲台中市哦。苗栗一间上源商行是有进4640斤的卵，县政府是表示讲，若消费者有买到，会当去退货。铁门破开，员工准备要备料。台中丰原丰康牧场的两家爆发禽流感，台中市府公布流向，台中有7间做食的家因进货，包括1间伫咧西屯区9号码头的现炒店。员工讲，买鸡卵是同事之间私底下进货家己食，并无卖互人客。跟同事他进，我们只是跟他自己同仁几个在吃而已了。我们没有对外，也没有对客人，那个完全都没有了。丰原业界挂包嘛伫咧名单内底，业者讲知影的时阵已经全部落市，嘛甲牧场退货，找其他的公司进货。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立马就是全面就是下架。就把蛋都先收起来，然后我们先去附近的全联应急先买一些蛋，然后隔一天就先进其他人推荐的牧场的蛋这样。禽流感爆发了后，市府监控市场的价销，目前鸡卵1斤47块，鸡肉1斤差不多36块半，甲往年差不多。后续也会密切观察。鸡肉或者蛋因为它有这样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有这个波及到价格，现在还没有。不过未来会不会有，我们会密切观察跟注意。苗栗县的上源商行到1月27为止，拢总甲丰康牧场进货4640台斤，卖互附近的山客。业者3早无营业，不过有大退货的公告。购买这个蛋的客户几乎都是附近的这个住家，也就是它是一个传统的蛋商哈，他也已经在他的店面贴了一个公告，告诉所有的消费者，如果还有蛋，也可以进行退货。苗栗县卫生局强调讲，消费者若要食卵，都要食全熟的，或者是60度煮超过10分钟，就会使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甲美国合作，去年6月伫东沙岛南方125海里掠到一台运岛的货船，海巡要求讲要上船去检查，随着发现讲船员亲像甲一袋毒品拼入去海里，嘛查到包括安非他命、替他命将近1300公斤的毒品，嘛羁押11个嫌犯。出来，全部都出来！海巡人员甲炸弹用火棒刷落来，入去船顶检查，因为伫咧东沙岛南方125海里的坦桑尼亚籍金冲量货船，奉要求入去船顶检查，不过拢无要回应，而且佫有船员敢若甲底毒品的袋仔弹入去海底，已经大到就是塞满了整个我们船舱，然后还有浴室。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嚣张。查缉人员伫咧内底发现53袋毒品，伫咧海面佫捕到5袋毒品，发现是安非他命加K他命，拢总要13公斤。金冲量货船也登去高雄港清查，检察官审问了后，船顶11个嫌犯拢互法院裁定羁押。所有司法单位从情收的收集到所有的布线追查，到最后的破获。都展现了高度合作，而且高度的效率。这件运毒案发生在去年6月，原地美国缉毒局提供国际证据，提起咱台湾恐惊有货船涉嫌运输大量的毒品去台湾。美国的缉毒署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它从源头锁定的情资，让我们可以在细密的情资的研判跟远端的监控开始。海巡署表示，台湾甲美国缉毒局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024年，台湾、美国伫咧2件下境走私案当中的密切合作，显示台湾甲美国是亚洲反毒战略的朋友关系。一摆检、警、调、海巡下部会破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到现场颁发加菜金，鼓励所有辛苦的人员，嘛展现咱台湾反毒的决心。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回台执行长黄立芬昨转来台湾，洪社讲回台除了伫台北树林科学园区去台湾总部，有可能会搁伫台北市来增设第2总部，地点可能会设伫驻美国小的议定地。黄立芬是今仔是表示讲是真有可能。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讲目前是无相关的信息，也毋过市政府同款会来协助。黄立芬昨嘛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做伙食暗顿。张忠谋是坐轮椅出席，黄立芬是表示讲，张忠谋的精神是真好，大概甲伊开讲拢学到真侪。
伫台北市的餐厅出现，回答执行长黄仁勋29甲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食暗顿，外界关心张忠谋身体的状况。黄仁勋讲，伊精神状况拢真好，面路真清，两个人讲啊真欢喜。He's doing fantastic. Yeah, he's in a wheelchair and he's getting stronger, but his spirit is high and as you know, his mind is so sharp. Yeah, but he's doing great. We had a nice whiskey together, and so.Very nice evening. 张忠谋坐轮椅入来餐厅，虽然行动小可不方便，不过精神看来袂歹。黄仁勋伫29尾仔嘛到张忠谋主题拜会，伊行到的所在，拢有民众要甲讨签名。黄仁勋嘛讲 ，AI 晶片需求真大，会尽量莫互显卡中断，也预测 AI 会有重大突破。The big breakthrough right now is tool use.Which means that the AI can actually use a tool. The other breakthrough is physical AI, which is AI used for robotics. And so a lot of big breakthroughs coming in the coming year. 外团回答，因为建设台湾第2总部地点有可能是就美国小议定地。黄仁勋讲有可能才有机会，嘛讲回答应该尽量加起几个总部。台湾有真侪优秀的人才，回答伫台湾会有真侪员工供应链合作的优盘也甲客户。Might be or it could be. A second one? Well, sounds good. I like it. We should have as many as possible. 目前没有相关讯息，但如果辉达提出需求，我们一样会给予协助。若是什么时阵甲黄仁勋会面，周万安表示，市政府会持续甲辉达保持联络，也理解黄仁勋的行程真满，一切拢配合伊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财政部甲台湾、中国、甲日本等10个国家来做汇率超强的观察名单，嘛指出讲，因为台湾因为科技产品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是增加真侪。另外，这届的观察名单出现以早还就出现的泰国。美国财政部对外公布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伫这边汇率操作观察名单内面，台湾也是上榜。其他像中国、日本、韩国也拢伫观察名单内面。AI 的需求很强嘛，所以我们整个的粗糙啊、顺差其实还是会持续存在啦。那我们过去一直都是3项指标里面都会有一些是无法避免跟消除的，所以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一直会续留在那个观察名单里。美国财政部汇率报告主要是有3大检视标准，第一是对美国商品加服务贸易顺差超过150亿美金，果然是经常性顺差对 GDP 的比率超过3%。前2项台湾拢达伫咧红线，即个第3项净买汇金额对 GDP 比率超过2%，而且12个月内面有8个月以上净买汇，台湾无达到标准。观察去年新台币对美金4月美国宣布对顶关税时阵，月平均是32.64，5月开始起的时阵30.208，6月是已经到29，一直到8月才又起转盘。统计去年全年是起4.27%，创5年来上大起爆。30新台币对美金开盘31.36，盘中港31.409，报8.2分。从去年的12月开始，把每一季公布揭露的这种可能对这个汇率的一个调节等等这个改成每季公布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将来就踩到这个第3条红线的这个机会就大量的降低啦。虽然美国汇率报告内面讲到台湾有经常性顺差，这是因为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悬，和台湾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成长。专家认为，央行以后伫咧操作的时阵，可能会改用间接工具处理，避免和美国认为咱伫咧干预汇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讲，伊亲身去说服罗西亚总统普廷，讲因为最近极端寒流，一礼拜当先暂停攻击乌克兰，尤其是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真感谢，也毋过罗西亚方面并无证实。美国总统川普伫内阁会议顶头讲，俄乌即马面对着破纪录的低温，伊亲身敲电话给普廷，要求罗西亚伫咧即礼拜暂时卖拍乌克兰。川普讲，普廷已经同意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发表谈话，感谢美国吹桥，嘛讲即届停火对着修理歹去的能源设施是介重要，毋过效果爱搁观察。They're being hit with proportionately the kind of cold that we're being hit. It's much colder in Ukraine to start off with. But it's really cold, and he agreed to do that. We appreciated that very much. Дякую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за зусилля, щоб в цей час зупинити удар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що
Америці вдасться це. 这波寒流，互原本就已经欠电的几乎是准破偏具对头风，真侪工具烧气拢已经无啊，厝内面是关甲死准。未来这几天低温会来到摄氏零下24度，当地志工是袂惊寒，继续发烧呼呼的食面，互民众食。志工讲，希望互寒冷的天会当感受到温暖。 Щоб він тебе зігрівав. І коли ти будеш його мати, цей вогник, він буде зігрівати оточуючих навколо тебе. Це дійсно працює. 美国甲乌克兰是正面回应，啊，毋过克林姆林宫发言人面对这件代志，伊是无要回应，干那讲罗欧按算伫2月初1伫阿布达比会举行新一轮的会谈。 Там будут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до дня встречи, д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будут модальности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ч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по сути это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т. 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сделают так,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дел. 虽然这摆因为天气无好，暂时休兵，啊，毋过敢做会到，大家也毋知。伫咧零下低温的考验之下，任何形式的停火对着乌克兰的兵民来讲，拢是一线的生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英国首相施凯尼4天的中国访问，昨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见面，传出讲双方签署10项协议，中国要提供英国公民30天免签证的优惠。另外，英国的制药大厂阿斯特捷利康宣布讲2030年进前会伫中国投资150亿美金，差不多是代表4710亿。 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是警告英国，莫甲中国有商业往来，安尼做是非常的危险。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8 years that a British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here on Chinese soil. 前日刚伫北京会晤习近平甲李强了后，英国首相施凯尼30参加英中商业论坛。英国政府进前无顾国界强烈反对，为中国伫伦敦的市中心兴建新的大型大使馆和通过，定有向中国释出善意。这抓去中国也将做英中两国展开接触的关键起点。I'd like to echo a Chinese phrase: pursue common goals whilst reserving differences. 习近平甲施凯尼到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相见。中国官媒宣布，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全面战略友好关系，会当讲是延续2015年卡梅隆访问中国时阵所建立的全球全面战略友好关系。英国方面嘛宣布，中国甲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为10%降到5%，3点钟峰会甲午餐，两个人伫讲卡球莎士比亚会谈，当时嘛包含安全议题、俄乌战争甲人权的问题。为了填补8年高层交流中断的空隙，英中双方互送大礼物。中国单方面提供英国公民30天免签。英国制药头人阿斯特捷利康 AZ 嘛承诺2030年前伫中国投资150亿美金，扩大药品的生产甲研发。除了元首的会面，英中的贸易官员甲经贸团队嘛伫双方会谈了后签署10项协议。施凯尼这段除了访问故宫出名的金水桥，嘛伫一间餐厅甲北京民众做伙翕相亲切交流。学者分析，施凯尼这段已经带来具体的成果。伊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脚步来中国，想要伫这个动乱的时期，改善甲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关系，为英国的经济带来新的可能。 European countries are now in a geopolitical quandar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predictable and not being particularly friendly, and that's changed everything. So they have to not pivot. I think that's too strong. But they definitely have to diversify. 不过，川普警告英国甲加拿大做法是危险的，伊也搁再大声提醒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国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 Well, it's very dangerous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it's even more dangerous, I think, for Canada to get into business with China. 结束中国的访问，施凯尼31要转去日本，这原来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去日本访问。施凯尼要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确认英日伫经济甲防务领域的合作。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来看台大病院妇产部传出讲有疑似性侵害查甫病人，嘛有疑似性骚扰短语疑似等丑闻。监察委员调查是发现讲台大病院、台湾大学、甲卫生福利部内部的处理拢有真侪问题，所以通过提案要来纠正这3个单位。台大病院妇产部黄信英单书员2位医生，伫2021到2023年中间涉嫌犯性侵、性骚扰案件，
监察院展开调查，利益通过提案纠正台湾大学、台大病院甲卫生福利部。黄信莹他还给他如期完成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在当中呢，他还是有做诊疗的行为。卫福部应该要以本案为鉴哦，然后尽速完成相关的法检。监察委员调查前妇产部大院医生黄信英是用性功能测试做理由性侵女病患，案发了后受害人已经请亲友报案，若台大是无急诊场合性骚扰事件有效隔离方案，让黄信英再一届来接触被害人。另外，台大病院展开行政调查了后，讲因为无法律的依据，所以同款让黄信英完成妇产科大院医师的训练，这中间佫接触侪病患。台湾大学就说他初步决议说，他不需要暂时解聘，用这个师生关系，没有考虑到他其实工作场域的关系，他是医病在。另外，台大病院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是用公务上权势机会性骚扰大院医生。台大病院调查了后，对伊做出禁制处分，伊却无咧信道，真侪届联络被害人。另外，因为陈思源同时阵有台大医学系教授的身份，专案经过台大病院考执会记一支大稿了后，佫需要送台大来做上后边的决议，这过程实在是足高工。临床上的同仁对于这些性平观念需要再强化，那么也要鼓励呢 speak up。要讲出来，那么，所以我们会强化的是这个教育啦，对于纤维相关的这些建议我们会逐一的来说明、跟厘清、跟加强，这样目前还没收到正式的来函。台大校方嘛回应，未收到监察院的来函，若收到了后会阁讨论。若监委嘛提醒，即马医师挺界法制欠环向的联络机制，所以卫生局无法度知影，无法度及时来启动医师的挺界听书，嘛建议要建立主动的通报机制。记者综合报道。环岛技校使用低压音造成不良的影响，教育部今仔是邀请专家和家长来分享，提供建议。教育部嘛针对6个低压音平台，包括抖音、小红书、微信等等，来提出校内网络防护的措施。囡仔用手机常咧看低压音看伤济，对囡仔有啥物款的影响？教育部拜顾开记者会，邀请专家、家长针对国际研究数据，提起离校使用低压音的风险。专家提起低压音常咧改变咱的大脑思考，尤其是对认知能力搁咧发展的囡仔来讲，风险搁较大。那这种快速的节奏、强感官的刺激、及时的回馈，高度活化了他的多巴胺系统，所以在这个可能会立即追求回馈，耐心下降，冲动性增加。在青春期的时候呢，更会让他的持续专注力下降。选那种学生群中最爆红的影片，我们就一起讨论这个影片为什么会红？里面有没有踩到法律的红线呢？借着这些真实案例的讨论，师生一起演练资讯判读的能力。教育部指出，目前澳洲、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家已经全面禁止离校使用低压音平台，而且以澳洲做例，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使用，平台违规上悬的罚10亿的新台票。所以，咱的政府才会针对抖音、小红书、微信等6个平台，在校园内的网络提出管制。在学校的公务设备是禁止下载、安装、使用上述6个高风险的 App。另外，在中小学的台湾学术网络，我们也不会提供上述6个 App 的一个连线服务。教育部认为，鼓励囡仔唔通直直耍手机看低压音，上重要就是爱互囡仔行出网络的世界。伫今年，教育部也扩大专案的经费，支持学校发展户外的教育课程，另外也设立低压音识图的网站，提升囡仔认知的能力。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雄国家体育场的演唱会，今年的档期嘛已经排到年底了。早起议会在审预算，受议员批评讲，体育场的场地招人是无收租金哦，市政府搁爱家己出钱来维护，这实在是无道理。文化局是表示讲，今年就开始收租金了。一
精彩表演满场的观众，高雄国家体育场因为免收场地租金，嘛无针对门票的收入抽成。这几年声真济国内外歌手团体来办演唱会。根据市府统计，这114年高雄拢总办109场的演唱会，带来52亿的观光效益。虽然议员认同市府的演唱会经济做法，不过议员认为中央爱地方大馆国体场，市府场地免贵少人客，煞爱家己任钱维护，真正不合理。除非中央再把维护经费给我们啊，是不是？那不然的话，我们管这个场地，然后也不收租金，然后还要负担这个维护的费用，这个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包括交通局，他还要编100万，是否这些的加班费，这个都是我们的公务预算嘛？好，那这样子的不平衡的状态，到底要持续多久？高雄市议会29审预算，文化局今年针对国体场编4700多万的设施使用费，予议员判完全无改进，要求爱回归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开始收租金，嘛爱比照台北门票爱抽成。对此，文化局表示，场地租金的办法已经准备上市政会议，按算今年会针对办演唱会开始收费。这个收费办法目前已经签到府方啊，我们跟市长报告完之后，应该就可以送进这个我们的市政会议。文化局表示，虽然无收场地租金，去年也是有收水电钱2311万。不过，议员认为，国体场启用到今已经17档啊，真侪物件拢爱开钱还新。尤其今年演唱会已经排到年底去，伫咧市府无甲收费做法讲清楚进前，文化局的预算会先坑咧。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今仔完成全线铁基路小接，这铁路地下化的工期修正过3届，完工的时间嘛延长到2031年。交通部即马是按算讲第1阶段今年底会先通车，台南车头新的地下月台嘛会先启用。火车隧道内工人用电工落去下小连起来，这段若完成，是铁路地下化真重要的所在。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30完成正式的铁基路小接，隧道内底全面采用无道闸连续长换光的铁基路设计，嘛结合控制正度的技术，降低火车驶时会真大声。因希望伫今年底会当顺利通车，到时台南车站第先启用新的地下月台甲铁基路。我们会加紧赶工。我们会赶在今年的年底之前，让台南的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让台南的都市的这个缝合能够正式的来启动。台南铁路地下化全长8.23公里。第一面的铁基路拢地下化，迈过加林森站、南台南站等地下通行车站。不过工程推动的过程有拆除矿井、污文化资产的代志，加上这几年欠工价不计波动影响，所以进度调整几啊摆。原本2016年要完工，第3届修正了后，行政院核定整体工期期间延到2031年。铁道局的同仁也非常辛苦，中间要挖到古迹，又有一些地底的涌水，很多。自然这个景观的这个状况地质的状况都必须要克服，而且这次能够期待如期如职，真的是倍极艰辛。虽然第1阶段地下化通车时间有前着，不过地下铁基路的小接了后，过来就是等地面的铁基路清除，才个进行第2阶段的工程。交通部强调，地下化完成，并交道地当减23个，卖当互路桥袂塞车，市府的交通就会较顺。毕竟工期到底敢有法度顺利，嘛爱看后续的进度甲品质控制。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市交通局是统计讲，去年无人机违规有12件封开罚单，所以嘛提醒民众操作无人机进前爱先注册，嘛爱确定讲是飞伫合法的空隙，避免飞到禁航区，去影响到飞安甲公共安全。细细台啊，操作阁真简单。这几年无人机的活动愈来愈普遍，真侪人爱用无人机翕美丽风景，或者是记录家己的生活。会不会觉得最近玩无人机的人变多了？有哦，每次放假都会看到外面很多公园啊、绿地都会很多人在玩无人机。自己会想要玩无人机吗？如果去到那个山上，还是因为自己有会去爬山，我觉得山上有一些美景的话，会想要无人机拍。无人机的考照甲注册作业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伫咧核定甲办理。一若县市政府是负责已经公告禁止或者是限制区域内面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申请受理，抑个违规裁罚。交通局统计，同期112年处地罚2件，
113年3件拢是个位数，去年是增加到12件，创2年来的新高。依据民用航空法，那如果违反的话，则依该法第118条之1至3裁罚3至150万。那由民航局以及各县市政府依法规裁罚。那情节重大者得没入无人机。对去年无人机的违规裁罚，高雄局讲主要是无人机无注册，机身无标明注册号码，或者是无依照公告的限制科学时间进行飞行活动。希望民众伫咧操作无人机时阵，千万唔通违规，也莫飞离去禁航区，影响飞安甲公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内部有民众发现讲，最近有几个路口在做人行道的困跨工程，也毋过人行道竟然是比车道搁较宽，嘛有2线车道向纠做1线道，实在是真危险。有人就去向议员订情，议员嘛表示讲会找相关的单位来会勘，来研究讲看安怎改善。那个机车道是205公分啦。民众直接提笑，实际伫人行道让互大家看。内部国中附近进行人行道分跨工程了后，附近民众却发现人行道比双向的车道搁较宽，影响到骑机车、脚踏车的空间，造成汽车甲机车抢道的乱象。而到下晡，议员李世干就邀请县政府交通队到现场做会勘。现在车子越来越大，行人有多少？不要急着看，有人吗？这个机端1块30公分，22块。好，从那个围墙到这里22块，就6.6米。啊，那个单向是3.2米。双向的话是6.4米嘛。那你的人行道比道路还宽。光做这个工程没多久就已经发生2次，以前这边就常车祸了，然后这个工程开始施作之后，车祸没有减少。民众表示，亲像南华路、文化路路口本地就无宽，困垮了后用分隔岛，民众要转弯拢袂惯势，害伊骑脚踏车跋倒，就过来台车甲反光的标志弄歹去，而且这搭所在大台车接出入，无机车道保护，骑奥多摆足无安全感，惊讲安尼车祸只会愈来愈多。标线这个行车的那个轨迹画出来，让大家可以依循。然后大家因为路口缩小了，大家进入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减速？路口扩大之后，我的机车跟摩托车不会切过来。我把这个公园退让出来做人行道，实际上跟没有占用道路原有的环境。会勘了后，县政府回应讲，未来会加做号志管制车辆。交通队也表示，会搁确认路线和状况，为线提起大台车的驾驶，希望大家会当调整骑车的惯势，让行路的民众有一个友善的空间。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嘉义县环路乡的清洁队哦，因本色分类是分甲真有分50多项，所以嘛增加厂商回收的意愿，会当互本色变黄金来增加公所的收入。向环境部拢专工来了解，那么做伙来看卖。清洁队员甲分类回收倒来，本色按照国较有的项目，搁一摆来分类这的本色。嘉义县环路乡清洁队本色回收分类的项目50项，到底是安怎做的？环境部的环境管理署署长专工来参访，要来了解实际执行的状况。整个厂区的规划相当的良好，尤其是我们环路乡公所将资源回收物分50类以上，这是大概是全国最细分类做得最好的地方。环路乡公所指出，原地回收场空间无够，透过环境部经费的补助，开3600万的经费。问下外发军方无使用的军火库改造回收场，佮因为这个所在真宽，才有法度甲回收的物件做第2处的拆解，找到内底有价值的回收资源。电脑里面可能会有我们的 IC 板啊，还有我们的电池啊，然后还有电线，就是把它们拆开。模拟里面它有 IC 板，跟我们电线，还有铁，还有一些还有金属类的我们可以去拆解下来。去减少一些的垃圾。清洁队表示，甲回收分类的本色，佮拆开做较幼的分类，真正爱开队员袂少时间。但是会当为拆出来的物件当中，佮找到亲像贵金属这种有价值的物件，毋拿替本色来减量，嘛互这个回收场加做环境教育上好的示范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现场的作者是指出讲，未来20年后会晓讲台语的人恐惊剩无到1%，所以这作者是主张讲，甲台语来定做法定的官方语言，才有法度复振。加拿大魁北克嘅官方语言是法语，不过英国因为法语人口降低，英语佫占优势，地区法语嘅生存甲文化受到威胁。
到1977年，政府颁布法语宪章，才受到保障。为着台语的未来，也有人写出台语宪章。作者赖一心自伊的囡仔在学校读册了后，意识到多数人拢无咧用台语生活。伊主张甲台语定做地区的法定官方语言，互证照活路。阮无爱上母语课啦，阮要爱用母语上课。吼，这族语吼，就是爱甲伊定做官方语言。哎，吼，伫咧行政、教育、媒体、司法吼各种的这个系统内底去使用，安尼咱的族语才有法度搁活开。赖一心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实行高达7年，日头无够生活中的台语使用并无明显增加。伊认为应当爱反省语言政策，面对强势华语环境甲中国的文化渗透，赖一心嘛强调台语的国安功能。渗透吼，因的这个成果吼，慢慢拢咧浮现出来。这就是上重要原因啊，就是咱的语言是共款，无法度去接受到这个因的这个认知作战的这个资讯，吼，安尼这个中国吼，因若要搁做这项工作哦，因的迄成本啊会提足悬。台语宪章除了成立国际上语言发展的例，也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甲现处时，台湾政府对语言发展的政策提出检讨。作者把这本册当作是涵盖台语社会运动的宣言，但也透过全国巡回讲座，希望招民众同齐来思考台语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2026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就要开始公路。上新的消息是传出讲，虽然古巴甲美国最近的局势真紧张，也毋过哦，古巴希望讲美国会当发签证，互因的球员会当去美国海外领土波多黎各来讲比赛。红色闪电，古巴敢会当前进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目前也未确定。其中上关键的，就是因为古巴 A 组预赛3月17日要伫咧美国海外领土波多黎各海办，因需要美国签证。Que a mí con el tema de las visas no me compete, ¿ves? Lo mío es soy el director del equipo. ¿Expectativas al respecto? Que se las den, me imagino. Sí, yo pienso que sí, yo pienso que nos van a dar. Yo soy de los que piensan positivo que nos van a dar la visa. 包括对日本调回来，佮有本土球员已经开始伫咧哈瓦那进行高强度训练。这支国际棒球强权队伍目前正咧遭受到美国华府对哈瓦那的政治压力。Que va en serio y creo que para mí y tanto para los compañeros y para Cuba creo que vamos a ir con lo más enfocado posible, ¿no? 这个月初，美国成功抓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川普搁再点名古巴，讲古巴已经失去委内瑞拉的石油甲金元，真紧就会衰亡。古巴甲委内瑞拉已经是20多年的战略联盟。另外一方面，根据古巴专业棒球网站，古巴棒球文调依照美国对古巴的禁军资产控制条例，严格限制甲古巴政府的经济活动，包括 WBC 的比赛甲营收。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是国家队上届重要赛事，拢总有20队参加，分4组，每一组有5队，预赛5处2。台湾是排伫咧4这组，3月7号伫东京巨蛋正式上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南韩的职业电竞联赛已经开始了，门票哦虽然拢卖了了。南韩的电竞产业是发展了真早，一流的电竞选手、甲职业棒球、甲骹球选手是有差不多的待遇。另外，南韩电竞比赛的收视人数是比戏剧更愈较济哦，所以市场的规模嘛已经超过新台币60亿了。小年市中心的比赛场，看人排正长，准备摕票入场。马上搁制作乌烟的票语，为家己支持的队员加油。 고등학교 때 친구들이 롤을 추천해줘가지고 보다가 MSI 때 재밌어서 보기 시작했어요. 일단 기회가 되면 다 올 것 같은데 그래도 대학교 개강하기 전까지는 계속 오지 않을까 싶어요. 除了本地民众，有人为海外过来。 For me,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port because there is so many skills that you need. 南韩为90年代尾，电脑甲网络设施真普遍。2009年，大成伫美国上市，用组队来攻破对方基地的网络游戏英雄联盟。伫南韩上市了后，真受欢迎，佮快速发展成职业联赛 LCK。目前南韩已经有10队，不过要进入电竞界，爱克服家长对囡仔耍网络游戏的沉迷、调调，还是破坏人格的看法。 해부 직종까지 올라갈 수 있는 면접을 저희 어머니가 그 면접을 컴퓨터를 꺼버리셔가지고 이제 제 아마추어 대회에서 상금이 한 200만 원 정도 됐던 대회가 있었는데 그
그거를 이제 부모님한테 다 드리면서 이제 그때부터 저를 좀 믿어주신 것 같습니다. 为着让家己的职业生涯保持上好，选手拢会养成规律个高强度训练的日常生活。 일어나서 오후 1시부터 4시 정도까지 이제 팀 연습을 하고 이제 7시부터 10시 정도까지 또 팀 연습을 하고 10시 이후에는 그냥 저녁 식사하고 또 새벽까지 개인 연습을 하고 残酷竞争带动电竞发展，南韩电竞的高峰收视人数已经可以达到600万人，远胜许多韩剧，市场规模更是超过新台币60亿元，成为不可轻忽的新南海。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杨千豪在南韩首尔所做的采访报道。 来关心拜六礼拜的天气哦，气象署是表示讲，明仔载开始天气会继续较冷哦。后礼拜2水气才会开始减少，后礼拜3温度才会回温。这几天哦，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有可能会落雪。这2天侪分好天的天气，你要变天啊！气象署表示，对拜5开始，云的量慢慢变济。 部分的所在就会开始有雨，到拜六冷空气路南，加上透东北风，天气会变成淡淡湿湿，温度嘛会降低，一直寒到后礼拜3。那这一波冷空气预估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会是在2月1号周日一直到2月3号的清晨，也就是周日到周二清晨这段时间。那要比较留意的就是在低温的部分。 各地的低温大致上会在这段期间是落到13到15度左右的一个情况。气象署讲，拜六到后礼拜1，中部以北含东半部拢会落雨，尤其北部雨会落较济，落雨的时间也较长。后礼拜2开始，水气就会慢慢减少。中部以北其实整体上来说都会是逐渐转为有短暂雨的形态，而且降雨的方面会是比较普遍的。 那在东半部地区，其实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现象。那到了南部的山区，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下周1、2号的时候，还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不过水汽上来说会有稍微减少一些。气象署也表示，若是水汽含温度有配合着，拜六暗到后礼拜1，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可能会落雪，提醒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注意安全。 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 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